有礼的一个家庭哇，你想想，他们会对我们是不是很信任？哎，跟你们这个团体走好像不错，自然而然就会来跟着我们一起。所以后学刚开始讲的那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读经班的，就是为了出发心，为了这小孩子好，跟我们有的这些小孩子家长，我们就是为了他们好，为了他们好的时候，然后经营这个读经班，他们也真的都改变了，自然而然他就会跟着我们一起走。所以这个是后学说这样的一个服程啊，社区读经班的这样的一个服程跟大家来一个分享，就是从开始接洽，然后招生，然后师资安排，教这个班级的经营，然后联谊之后、家访之后，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带他们来佛堂。你说你那个联谊的场地，如果说是在佛堂，有时候在佛堂办，我们不是办那个办到的这样，而是真的是联谊的活动来这里，我们就可以介绍这里有一间怎样的一个佛堂啊，这平常时间在做些什么事。他们第一次印象就这个地方很不错哦，磁场很好。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刚好佛堂，就是说这段时间说，我们刚好今天佛堂有这个开智慧的活动，不要说办到开智慧的活动，你想他们会不会？然后开智慧就是跟那个孔老夫子啊，就是拜孔老夫子。小孩子能生了，你想他们会不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来开智慧，然后慢慢的就可以跟这个道结果。可是如果我们前半段的那个读经班的经营里面没有让他们有那种感受的话，你想想看，他们会跟着我们这样的过程吗？就是跟到结果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台南也好就是我们从政的这个读经班里面有很多这个家长，就是因为在读经班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有的是第一级啊当家长，第二级可能就当小老师，就是当那个儿童班的老师的，慢慢的，然后就跟着你们这个让我们的小孩子都改变了，就是这些礼貌什么都已经品质啊都提升了，都改变了，家庭都改变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跟这个道场就结果了，我就跟着我们走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很自然的，读经班把它经营好，这个到结果就很近了然后就是结语或者是说利才可利人其达才可达人。象征你有不得的街坊所出行，然后落实弟子规这是候选人跟大家来的。最近跟候选人也有一些体会了真的是如果我们在经营读经班，我们每一个人表现出来，就是那个，就是好像道德那个话很棒，就是很有礼貌、很有德气的话，你想会不会影响到这些家长、这些小孩？但是我们在开设读经班，我们自己的说在我们的自己的行为各方面没有做那么到位的话，他们说你们教读经班的话没有这样子做到的，你想想他们会不会是一个打？会不会是一个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把自己，所以在我们在道场这样子一个修行的一个修持一样的话，我们就是要把它展现出来。在经营读经班也是要把我们这个好的一面把它展现出来，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感到他们说跟着我们一起你这个人这么有礼貌，你这个人德行这么高，跟着你走就对了。我也会变得，我想每个人都想自己更好嘛，自己也希望自己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风范，所以我就跟着你就对了。所以你在读经班的过程里面显示出来是这样的话，自然而然这些家长、这些小朋友是不是就会跟着我们一起来？所以己力才可以利人，己达才可以达。然后行有不得，皆访求出己这也是后学的一个作用。
因为有很多事情，为什么家长他们感觉这个读经班，可能我们在进的时候感觉这个读经班怎么好像没有让我们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不能说把家长那么紧急小课，因为那么紧急他，其实有时候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给他的方向，或者是给他们的一个理念错误的，所以很多事情反求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那个答案，也看到那个真相。然后或许也是我们最近这几年来这一两年来，我们都是落实《弟子规》。《弟子规》里面，《弟子规》是给小孩子读的而已，不是因为《弟子规》之前真的是他们古时候的人是给小孩子读的，可是《弟子规》真的是落实《弟子规》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自己家长或者是我们道亲来说，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光辉的晚点来师他就会希望就是把这个弟子规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而不是只是把它背起来。背起来，小孩子比我们还会背，然后我们认真的背，应该都会背得起来，因为弟子规没有很长。可是要落实它，却要有点功夫。而且比如说第一句"父母应勿慢，父母命行勿难"，或许自认都还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个东西，可是如果弟子规就是这么教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可能要求小孩子做到，对吧？我爸爸妈妈叫我都无法度，就困得起来。你小孩子画的厉害呢？你说小明你过来，小明，你叫了几声，他还不理你。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做到，他就看到。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最近都是在推这个《弟子规》的这样子，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来，而我们读经班也是要从这个部分去着手，就是有它的意义。虽然它那个里面的意思是很简短的，可是它里面的意义很深远。然后你真的是落实去做你的德行真的就是培养起来，就是也不用讲那么深的道理，这样德行就培养起来。所以这个是候选人一个，最后的时候呢，给大家的，就是给自己也跟大家分享。然后现在时间是9点，后面或者看后面的那个时钟是9点25分然后可能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是那个交流的时间因为候选的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准备到内容差不多准备这样，然后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大家来互动交流，因为这个东西后续讲的这些东西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方法。可是你们实际是不是你们想要就是邀请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你们这堂课结束之后就要开始去执行了嘛？在执行的过程里面，你们可能会在执行前听了这样的过程执行前是不是我们要注意的？或者是说我们需要怎么做？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疑问的部分？或者就是说要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一个互动。如果候选你们问的问题，候选现在没有答案，你们候选会回去跟我们的前线，然后再给你们答案，也可以。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跟大家互相的来学习交流。好，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大家互相来交流一下。但是都没问题，都没问题，来当下课来。今天